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拱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小生你的包裹麻烦先收一下。有没有觉得这句台词呢非常的熟悉？今天狗狗直击就要带您直击送货人、送货员这个职业了。无论是送货员或是宅配员，他们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带您直击喽。你好，请问是周小姐吗？这有一件你的包裹是送到光平街2号，现在有在家吗？送货人一大早就得要准备出发，因为得要在指定时间帮民众把包裹送到家。一整天下来，是不是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呢？今天要教大家的单字就是送货员，送货员的客家话就是送货人，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：送货员、送货人。送货人，今天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宅配员，最辛苦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下雨天吧，或者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大楼，有时候可能要爬5楼啊，甚至7楼啊。要使命必达，所以遇到没有电梯的公寓就是一大挑战，得要拿着包裹爬楼梯，一阶一阶的溜退，真的很辛苦，上上下下，有的时候送货人一天得要爬好几趟。不论天气如何，是不是风吹日晒雨淋，还是周休假日，对于他们来说都得全年无休。那大家看到了宅配员到处跑，他们有什么很难忘的经验呢？最难忘的应该就是送独居老人的包裹吧，因为我服务的地方是乡下地方啊，所以蛮多独居老人就是家人会寄包裹给他们的，然后我喜欢看到他们那种开心的表情啊。送货人改挑路动省力。因为要开车，还要啃溜退，就算身心疲劳，面对客人一样的要笑嘻嘻的。大家拿到包裹的时候，别忘了对他们笑一笑，对他们说声辛苦嘞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又跟着敏华认识了不同的职业，当然喽，也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送货员，送货人，送货人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楼梯。溜退，溜退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送货员的工作很吃力，送货人嘅條路當順利，送貨人嘅條路當順利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，每天都要进步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